我来邀请咱区文社区董事原来来甲咱颁发研究生一组研究论文奖，咱来欢迎区董事。告诉咱这位得奖人周华斌先生伊的论文。咱第二位得奖人周华斌先生伊的论文题目是吴新莹的台语汉文书写。欢迎，即马请周华斌先生到台顶来接受领奖。我大先来感谢咱主办单位吼，迄个迄个基金会。我这篇论文是写讲迄个吴新莹伊的台语汉文的书写吼。咱知影日本时代的时阵，伊嘛是用所谓的国语，就是迄时阵的日本语啦吼，迄就是国语语言政策。内底我要研究的是吴新莹，伊作为一个作者，伊要用家己的母语，用家己的语言来写诗，来写日记，伊艰苦的过程啦吼。伊本身当然咱吴新莹是伫迄个台南县吼，伫嘉义遐迄个叶本地带遐迄作家吼。伊本身伫日本时代受日本教育，当然日本语讲得足好，写得足好。毋过伊为虾米会想要用台语来写？我来看吼就是讲照伊的留落来物件来看，伊头先是因为伊要写诗送互因老母。来就是讲要写诗，要写因故乡的代志，所以用母语来写。毋过自迄个时阵，咱来看吼，就是讲用咱即个时阵来看迄个角度，用咱即个角度来看迄个时阵吼，伊的语言吼写出来的台语当然无像咱即个时阵吼进步甲即个坎站啦吼。咱因为有真侪先辈吼先进。会拍拼、奋斗、累积、练习，到即摆时阵，咱的台语的书写有一个算讲进步啦吼。毋过迄个时阵无法度安尼，所以当时迄个时阵嘛是抑个会使讲就是起步啦。迄个台语的书写就是起步。伊所以我才讲是用台语的汉文。咱用咱即摆角度来看，伊也毋是咱即摆的台语的白话文啦吼。所以较多讲的讲，伊为着要写互老母写故乡的代志，所以才用台语来书写啦吼。这会使表现出一个作家伊对亲情、对土地的疼爱吼。毋过到尾伊写出来的物件嘛是嘛是会断载去，就是咱知影迄个日本迄战争嘛吼，1937吼开始了中国战争，1938伊迄个时阵就搁愈积极的方面化啦吼，就是台湾人搁积极的日本化，所以伊只好哪断载，伊的本正伊的日记也搁用台语写，台语汉文啦吼。当然内底有透露着日本语，所以伫1938年的时阵，伊转变做迄个用日本语书写。伊讲一句话，讲伊家己安慰家己，你为什么要用日语写？伊家己讲，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吼。咱即马穿日本装日本衫坐榻榻米，这拢是为着生活的利便啦。我嘛为着这个利便来今日来转换做日本语。这个利便吼，为迄个时阵的政府，咱制造一个利便，甲
战后嘛是制造一个理念吼，国语政策甲进嘛是同款是安尼。所以较早咱有听到唱歌诶，这个罗小姐吼，罗斯荣吼，因爸爸就是诗人罗兰，在迄个阿真兄诶共社团吼，较早诶社团。迄个伊嘛是日本时代，啊，结果甲战后诶时阵，咱知影战后伊就嘛是国语运动搁愈强势，啊，把语言切掉，转换做华语，啊，像迄个较早讲诶，罗斯荣因老爸吼，罗兰吼，因迄代段当时段无法度搁创作啦吼，包括最近正过往诶。金莲先生，迄台段规个创作段长去，啊，这有足济代志会使探讨啦，就是讲为什么咱台湾甲即马定咧讲无一个大个作家，哦，大个作品出来，咱就不时拢向切断即个语言的源头拢来切起来，啊，所以咱根本甲即马迄累积吼，不是要累积，就甲你切起来。啊，我想莫讲了上长，我最后是想讲，咱既然讲有即个机会吼，就是讲来累积这语言书写的系统啊，哦，有汉字啦吼，啊，咱汉字也无法度写，咱当然是用罗马字来读吼，咱用汉字来写，啊。当然民间吼像叫个基金会，咱有长期，这是我看过上长期的推设的吼。啊，咱也种讲会使吼，就是讲咱嘛会使试写看卖啊，安尼对吼，咱以后的发展会愈有发展。像较早阿真听讲的讲，咱语言单听单讲这无够，爱当做一个爱真做一个教育的语言。毋过，教育的语言以外嘛是抑个，精炼做文学语言。啊，文学语言咱就是爱伫书写当中来进步啦吼。多谢，多谢，花瓶。